各位合作后面些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明珠。总统生长的水质强烈的日月潭地度，加鲜嫩的肉质，含加落在就化开来的口感，是当到真生日来到俩天朝一点嘅美食咯。那我呀头摆慢奶都看得到，不过当少年的，联下日本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认听讲係世界來推廣嘅保健食品，一個有感覺，佢係用嘅甘有抗健養生嘅高健製作物咯。今日就睇到民族，跳下來去南頭，你品嘗高貴嘅總統魚，含加蜂蜜貼片，大腸式也係藥用都做得嘅有感覺哦。嚟哩！南投縣嘅吳子陽日月潭係全台灣生態未係清江嘅高山湖哦。最近幾年來，國家公園管理處規劃嘅四行車遊路線，其中環湖公路嘅景致清江、山水高湧、水氣無限、老層次分明嘅木沙岩，自然形成像石化用嘅湖光水色，確實本人開胸理解無上嘅進步哦。哇 ，Hello， 侯站長，坐。你好，久仰大名。前面客家妹哈。哇，今日來一個日月潭，我來尋一個總統，而且他講尋日總統啊，聽到尋日嘅那日月潭清風嘅你，最了解的人。不過上我去看總統嘅，發咗草廿日兩船嘅係冇？哦，有一隻張景吉也屬於採用嘅總統嘅嗬，係咪總統嗰船嘅啦？然後咧要表出嚟，見邊個船咧？來，我讓我帶你，好，來你看啊。曹老係做住糖果嘅總統以後，本眼行下集圈嘅湖面上映嘅風光，潭水江鮮，老日光相互輝映。順眾人嚟講，全潭用光華度做界線，東片上從日頭，西片上從毛月，倆就係日月潭安眠嘅原因。侯總統，咁都要到位嘅四川呢，在寧夏有幾多年呢？20年了哦。哇！係算苗栗人，苗栗石台、西啊、美濃。哦。算總部名啊，有這個比較貴嘅總部。本來我哋台中做生意啦，台船塘，過後來我宿舍一個太太啊，本人家哈，所以講我就加入日月潭啊。來，民宿來，你來看看。你做的嗎？民宿來到山中嘅民宿，這個摩勒斯要總統啊。感覺好酷哦！快點打那，很像那個航海王哎，就跟那個開車的一樣嘛，把它當成那個方向盤。所以你要按用哎，你就會往哪裡走嗎？我告訴你給一個目標，你就對準那個山峰，好不好？那船頭，好多山峰啊！對，船頭現在那個最高的山，我所指的，快點往左，不然會超過它，要回正，快點往左。可是往左。我偷偷跟你講一件事情，好不好？轉。其實我不會開車哎。好。天140船呢？有神奇又開眼又地位無限汽車，好彩有船長啲船頭耐心嘅技術，講我用嘅事，以下嚟聽聽，有當到4個秒嘅船務就啲面頭前咧，兩下行變做日月潭南外嘅特別景觀。船長講，今日你要請嘅料理食材，總統就啲也到畢業哦。總統也是神，你們看賴神在那邊。賴神。謝謝你總統嘅專家哦。介紹一下，我們這個日月潭的賴神啊。賴神，來泰國你好。總統要感謝他了，總統要感謝。賴福建泰國種花好容易，頭擺用小苗來學，本人家講係總統嘅口水老海蓮嘅為主。也按多年來，3萬隨土小苗富育，年生種嘅成績非常嘅好。談到要當到字，都係佢啲從講出來，參用老傳統業進行做休閒業。好特別哦！顧總，你要答辯，你去當到總統了？我們現在是這裡是做富裕，我們這個整個這個箱網的名字是改為展示平台。然後裡面的魚現在都是漁民抓到的，對，可以那個死掉的我們就殺起來冰起來，活的，然後還沒有賣走的我們就暫置在這個地方，當成是種魚，然後在這邊產卵，保護魚卵，然後再讓它孵化這樣子，哎。
我第一次看到像这样子的，哦，是，而且是在湖上面的。对，因为这已经好几十年了。以前是政府鼓励我们做养殖，然后后来为了要保持它的水质，所以现在就不做养殖。然后我现在可以拉给你看，真的吗？这里面有很多的富裕的成果。哇，雷大哥，那这样拉起来就看得到鱼了，是不是？对，这样子看得到的。几球呢啊？好多，都给打边全部黑耶。一群一群呢，可是它这个小小尾是什么鱼啊？这个里面有总统鱼跟奇力鱼，它们是自然的食物链。总统鱼之奇力鱼。哇，可是我这边看到的大小，它差不多就是这样子长而已。这个已经将近2年了，你看，你现在我们2年才长那么大而已。你注意看哦，我们一拉动，那个大只的就开始在攻击小的了。你有感觉追来追去？对，它就是在等一下，它就吃掉它。然后这种鱼是吃小鱼的头，哦，你看他们会有在攻击的。所以像以前总统要吃的是1斤的，那不是要养非常久？对，它没有这个小时候，它因为它的食物来源比较少，当大一点的时候，它食物来源就多了。就那个玻璃鱼、珍珠石斑、红魔鬼都是它的生长速度就很快了。哇，对，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总统鱼不单是总统吃而已，它在水里面也当总统啊。它是一种，对，所以所有人都是他管，所有人都是他的食物就对了。头摆第2日談風，運用上苗老船務，後嘅動多種唔對，未變做亞頭嘢嘅觀光特色咯。不過最近幾年前，因為政府發展嘅原因，使到本人強拆鐵嘅原命，呢本上苗養殖老船務遇到嘅消失嘅危機。經過日談唔非中關事嘅協調，前面將做得用全新嘅生態用嘅來出現。好，来，明珠我拉给你看。哇，这是大只的总统鱼，真这是渔民抓到的，对，来。哦，这是渔民抓到再拿回来这边富裕的，放在这边的。可是这个怎么好像不只有总统鱼哎？对，还有红魔鬼啊，是昨天晚上哇。这个是红魔鬼哦。对。怎么那么像是鱼缸里面看漂亮的鱼啊？对。本来都台湾鱼就要学个鱼缸就要学。鱼缸的鱼啊。然后呢，因为渔场放生哈，那个渔场的水口都算那个亲近好落水，标准啊那山泉水啦。对啊，放生过后哈，那个水就后面，所以讲鱼很好。来，我抓一只给你看，好。好。比较一下，而且要有大有小耶。对啊，那小的就是奇力鱼。小的就是奇力鱼，是不是？对。大的就是我们的总统鱼哦。这个就是总统鱼。哇。红魔鬼哈，当然呢，总统也通用，清蒸都很好吃。对。好，然后这是。来，我不敢抓。大的，你抓大的。它又不会咬人。会咬人吗？不会咬人啊，你就用这个，用这样子轻轻的鱼，这个，轻轻的。哇哦，而且。你说它叫曲腰鱼啊，它这真的是腰部比较细耶。对，头这边，哦，船长，我会害怕，我最害怕抓鱼了。你来，数你来。呀，有轻轻的摸一下就好了。呀，有分公的呀，马么？它有分公母吗？我告诉你，你摸这里，这就是这一只鱼就是公的。来，我跟你讲来。你怎么知道？我好害怕。这个这个地方粗的，有没有？你摸起来粗，这就是雄性。如果是母的，它这个地方摸起来就是滑的，对，光滑的。公的嘛都安尼分的哈，哇，都挖溜都出来啊，安尼个都个吐出来啊。这就是总统鱼来，我用那个奇力鱼给你看。好。哦，那只奇力鱼哦。它这一张哦。也有大一点的，我用大一点的比较好看。哦，太明了，奇力鱼。这就是奇力鱼的。咱们像的总统啊，哈，好像哦，因为它的身形也都很细细长长的，细细长长的这样子。有像那种的河巴个呢，安尼拍鼓的哈，有些话像拍鼓的。那这种的是起了后什么啊？好吃啦。这种鱼就是在日月潭，你四处都人家在卖，人家都在煮这个料理。不是，这个是用炸的，用炸的，对，非常好吃。然后这个前几年日月潭都不见了，所以我都这几年在这边富裕，已经整个日月潭都又是了。恢复整个自然的食物链，就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有亚岛毕业的富裕，才有办法有让他们永续生长。对。那我们来看看红魔鬼好不好？好，来。为什么要叫红魔鬼？嘿，你看嘛，这么漂亮。对啊。这一只红魔鬼，这个就要小心了，这个刺就很刺的。
这个就像我们在卖的发财鱼，有没有？对，很漂亮。以前还没有放生，这个一只都好几千块啊。是，那现在它就变成这边日月潭都是了，是不是？都是。自从用外地来放生安尼风魔鬼吼，对，别人安尼食物链都养上过台。有人也他们过度安尼洗下讲的安就弹虾，必须来喂吃香枪。是。所以今年他们弹虾搞专门 sale。它那么风魔鬼吃香枪。一按熊会发，它的肉质好不好啊？郭老师。千真用千真的在磨。那我们就一直把红魔鬼吃光光啊！对呀，他就不会再吃。变成多一种那个禁忌的那个遗产。我都叫人家尽量来日月潭猎鬼呀，猎鬼，抓鬼，老鬼。原来上面养殖嘅经济效益无大，不过对日月潭传统渔业文化嘅延续，是有当重要嘅意义哦。因为民众种菜作、种菜表上。造成的野生中的鱼类数量越来越少，还可造成生态危机。除了加强渗透、富裕、老减少鱼跌动的表上，郑州的减少外来鱼种的危害继续严重下去。今日除了好多东西，未在上涨导览的过程当中，认识的当到新朋友，真正系当有价值咯。Hello， 林太静，你好，是你好，你好漂亮哦！真的吗？谢谢你，谢谢你。林秀香太子，新浦客人，杨建寿，结婚過後，聽聽老公係啲難頭，因為係嘅蔬菜嘅關係，西班牙嘅好老爸比客家話行較好哦。雖然係咁樣，按多年來，也嘅料理仲係會散發出特別嘅家鄉味。嘅上係其專業嘅，經過好味是感通情新人嘅心。哇，太靜，你嘅總統已經攞去處理好勢。哦，好勢啊！第一次出嚟講嚟做嘛嘅？沒做清蒸的。清蒸的哦，就是對魚來說，它是得要是很好的魚，才有辦法嚟做誒。對，它一定要新鮮的。一定要起椰，對不對？而且那個有奶蜜的話，也不適合清蒸，對不對？對。先放個洋蔥頭。為什麼要給二松？它的比較甜。較甜。用這波較甜。魚先放下去。哦，要不用好了。放下來。這樣子。對。哦，也是為了蒸出來比較漂亮，對不對？對。先放薑絲下去。放薑絲應該是去掉它有一點魚腥味，對不對？然後放一點點酒。除睇些小米啊，像係用入米嘅啊，差唔多幾重嘅嘛？幾重哦，14兩咧。14兩，差唔多。我講你阿白呀嘛該。醬筍。醬筍哦。自己做的。對，還要放一個這個。哦，蘭布子。樹子哈。這也算是你客家人的特色哎，蒸魚的時候一定要放這個。對，我們這個調味好的。自己調的秘方是不是？對。剛剛用等一下攞去整的話，應該一下就好了，對不對？大概蒸多久？差不多10分鐘就好了。古時候講台詞像用的總統啊，它是以清蒸還清後生嘛？然後紅燒的也不錯。也不錯，這樣子。這個很的東哎，對不對？這個也有用到嗎？有，等一下好的時候，後尾時陣哦，要改這個有刺，哈，要把它弄一下，然後再放，好的時候再放進去。那種感覺啊，就像原住民中有，就是那種很有自己特別的風味。原住民的風味餐，這個很香哦。口水魚四槍里掛鐵鏈，四槍里過後變到盤肚，加入鐵質嘅漿水，變到農場成熟。唔單個變到嘅山西老熱凍嘅過後就好食了。熱凍嘅入單個特別嘅香味。唔但將做得加添料理的風味，還較合適來推理調味料來出特出香味哦。開始聽你吃料理，我講來做乜嘅？沒做紅色的係嘛？哇，先熱熱的剖一下吼，要炸到表皮有點金黃色，還是怎樣嗎？我媽媽有講我哦，迄個你做嘅煎魚嚟噶哈，那個油光唔辣手會把邊邊就會黏的，就不漂亮，對不對？對。那還有什麼技巧你可以教我嗎？用一點鹽嗎？鹽放下去鹽，就不會那個。哦，要翻面對不對？還沒有。還不要？要怎麼樣知道？看這個。表皮的部分，是不是？對。
你懂阳光和嘎巴吼，你应该不是这里的客家人，对不对？新竹的啦，新竹的对。那谁叫你爱到这里来？没有办法，你就爱到了，到了就爱到了就到这里来。煎鱼它有技巧嘛，对不对？要怎么样看它可以翻面了？差不多了，这个差不多了。如果是你啊，你唔出国度啦哈。它肉质很鲜嫩。我第一排烟人的食东西很难讲吧？夹个油嫩的口感，唔会感觉到当冲起老记鲜的啊，去清蒸够用的。这个还不能，小心！那你这个应该不能这样子甩吧？哇哦，小心啊！真的已经金金黄黄的了。金黄色用擦擦的可以了，都像颜色。用的做得啲煎鱼的高长底度，油唔会包起来，唔会硬薄嘅，还加做得保留完整嘅鱼皮，关键就係啲肤色老油温嘅控制。都係做得本唔料理，估到好看又好食嘅技術咯。先放姜，小马西东西别香，小心啊！还有油膏。哦，这时候你就要丢落去耶，没有，这么快放上去哦，先会有一些水。OK， 咁睇住洗個落去揀嘛，該加葱，葱誒，啊個青椒，葱誒啦，長者喂，長者啊，葱誒，長長者喂，還有洋葱，佢太葱頭，甜椒，長者喂落去，哇，我說按牛炒出來，安尼它顏色比較鮮。對，顏色較強暗呢。甜上冇該要注意下嘅，本唔要真係味糖，常做得很甜蜜。中部色煮到糖溜溜嘅變糟，就做得撩起來咧。用透油做嘅方式，做得較夾又行較加爽，做得用鹽和魚嘅肉類也都食出來，行較係翻做蛋糕，原然酥到滾樣嘅好意思哦。調整撈特種色嘅甜椒，互相搭配，好看又濃香哦。哇，黑狗雷都要给你捏坦吗？如果没有吃到总统鱼，是不是就像是没有来过一样？来到日本都没有吃到总统鱼，好像没有来过一样呢，对吧？来泰国有龙来贡啊，就是这边的总统鱼，像我们今天看到的，有没有？产量还是很有限，只有在你捏坦面倒闭张色的豆，它并没有真的卖出去外面，对不对？有個數量冇多啦。聽講中環見面我哋啲內容嘅都點咩？泰米嘅純冇喺稻米啊。對啊。所以說現在餐廳要有交情才給人拿得到魚呢，才跟他有交情，不然的話幾乎都沒有。冇按過想吃也不一定吃得到，現在比較少，現在缺了啊。所以人家好了體驗這種總統級的米色咯，體驗一下，到時候對可以開動了哦。哎，大姐，你最後面加一個那東的啊，味道好搶味哦。很香，這是我跟總統魚的初體驗。如果是你啊，你去過多啦哈，比較多啦。Q 哈來生，Q 哈生，魚翅比較多，它肉質很鮮嫩。你和大哥你試下。哇，它肉質很鮮。我第一排煙人的食東西很難講吧，而且親口唔可以講吧。哎，都不能講話，講話都那個容易。對，可是我剛剛都給。這因為魚骨頭懂多，反正就按用嚼來嚼夾嘅牛啊，因為按用一片一片的那種紋理啊，然後嗰種夾嘅油嫩的口感，唔會感覺到當沖喺老記鮮嘅啊，去清蒸夠用嘅，很細嫩。肉是油啦，嚇，細嫩啦，所以我特別老總統當老師也別總統魚啊，如果生意嚟就過多，反正越好吃的魚翅越多了。如果你本質不夠好，不夠鮮嫩，清蒸不好吃。這個它真的肉質很好吃哎，剛人來吃可能也給鳳蛇味咯。哎呦，行喺凍到腰骨。也給鳳蛇味啊，雖然攞佢破過腰，後來又醃過，可是它肉質一樣係種鮮嫩呢。對呀。
啊，我们这水质好啊，那个肉质也比较鲜嫩，都是山泉水。山泉水耶，对啊，我怪不按起跳，好吃。啊。不管是清蒸也是凤手都很可口。看下给黑马盖嘞，红魔鬼，红魔鬼外来种。哦，我早上有看到哎，就是朋友给凤凤哎，可是听说它很凶哦。真好吃，真的吗？它顶住。比起鸭给来讲啊，它的肉比较扎实，然后它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说一懂甜，它真的很甜。赖大哥说尽量把它消灭掉，吃掉了。对，没有什么仪式。优gut的卡西湾呢？是比较多鱼翅，总统这个红魔鬼比较没。不过呢，不光是总统也红魔鬼，我们综合起来看，就是日月潭、日月潭地度跟你啊，加个肉质全部都是嫩、鲜又甜。对。用太极特别做嘅姜笋煮出来嘅红魔鬼唔同，特别嘅咪系南头太出嘅麻竹笋哦，香又爽口，特จาก太陽嘅把種麻太細嘅魚嘅，肉質質薄，刺又唔會粗香。今日也做豐富澎湃嘅魚料理，本愛體會到台灣本土菜體食材嘅豐富老多年。太姐，你刚刚都是做客家，没有人来讲到，其实你本身是新竹的客家人，来到俩是味料嘛，该嘞？阿朵先生都住这里，日月潭就跟爱到了，对。加過嚟啊！加過嚟啊，豆邊，加過嚟啊，你們也加過嚟㗎？加過嚟。你們加過嚟，咁你可是這樣來家，就是回春堂做生意嗎？種香菇了，那時候來種香菇。南投的香菇很有名。那時候來魚池認識這邊的朋友大姐，幫我介紹去種香菇這樣。那跟演員本之後講，自己已經跟這裡就是你的家了呢？孩子都在這裡啊，兒子、孫子都在這裡，就在這裡生根蒂固，都在這邊了。在這裡做也是習慣了，現在回去也不習慣了。因為這裡好山好水，咁好川長兒咧。這個有一批啦，都因失傳咧，所以嗰多年啦，民業真冇強咧，民業搞冇強，那麼便宜哈，這種省份這菜講還不會好的，好山好水。我們是希望我們現在是已經是當地人，雖然說啊，包括我們餐廳啊，包括我們遊艇業啦，那個餐廳我們服務好，菜煮得好吃，那我們船呢也是一樣，一直在更新啊，這個對客人我們。在服務面上，我們是要求安全第一，讓客人來到這邊又有好玩的，又有好吃的，然後讓他不虛此行，來了還想再來啊！好山好水，永遠就等着你再來欣賞啊！我想，抵達3年嘅新東方都有算係自家嘅幸福方式，因為中意生活嘅也得土地，好選擇老年日談嘅獎，用時尚呢老土男分享本遊客。林太子當會用菜地嘅食材，特別變化出無同樣嘅菜色。上晝嘅快樂係對啱到嘅朋友，留看到佢阿度嘅歡喜來嘅。人哋希望家庭料理帶本人快樂嘅太子，點到本人客好食到笑眯眯嘅表情感通。幸福無特別嘅方式，家庭無同樣嘅情形，圓滿你特殺人嘅生命。清蒸總統肉質當幼嫩又無粗香味，這個故事就係用啲菜地本人家傳講，變做係本地人親好嘅美談。接下來民族帶領大家嚟認識油柑果，一個看起來有一些像樹葡萄，食落去有一些腐蝕，唔過會肥甘嘅果子，變做食材過後又會有乜嘅好料嘅呢？來去看哦。Hello， 你好，李媽爸係冇？李媽爸你好。點用生態果，桃園太海行業，做啲阿公叔嘅就搬到南頭來吃，啲零沙全部都喺好多年嘅情況之下，味道好相處，自細就本事睇人交代中意講客家，而講法天天呢，日本人當成天嘅印象，對有機種質營養當多。係怎樣結嘅進口？阿你阿邊係？我係船班長。
哦，就是俺们前面个油甘果的种的班长。班长。陈班长你好，你好。你好。个油甘果啊，因为俺马上看过，到底系啥人用的呀？这个就是。就那个哦。这个就是。哇哦！你没有看过哈？没有看过，而且基上都冇见过诶。这个哈，大概4年左右哈。4年。长成这样哦。那一颗呢就比较久一点，大概在15年左右。上面很多果实。上辈这边懂得够吃哎，落去看呐！哇，太哥，你这边怎么那么多杂草啊？是没有除草哎？这个有机栽培哦，就是这样。哇，按用上段一溜一溜的都树蛋糕，懂定影像哎。没看到哦。我可以直接采下来吗？可以。可以吗？你可以尝尝看。对不起，它是对不起，好多蚂蚁。蚂蚁。因为它没有撒药，所以会很多大蚂蚁。好，吃。我们是擦一擦就这样吃。擦一擦，这个有机的哦，比较。真的吗？什么味道？酸酸涩涩。不过它有特别有一种特别的香味诶，按用吞下去过后，再米变做会甜呢。所以叫鱼甘子。鱼甘子就是它会在嘴巴里面，这个停留那个回甘非常长的时间。真的，而且真的好特别哦！一咬到它，这一之后给懂酸懂涩，可是我现在吞下去之后，酸的感觉都不见了，变成是甘跟甜的味道，真的有水果的甜呢。对。这一个油甘的维他命 C 啊，它是柑橘，就像柠檬这样子的25倍，奇异果的5倍。真的，苹果的168倍，古手给一定是超级养颜美容的。所以油甘它的这个 SOD 跟 C 这2个抗氧化非常强的这个成分啊，都是世界第1高的。哇，黑世界给第1名了哟！对，所以哦，我们那个成分那么好哦，我们希望这个果树哦，在地方我们把它推展出去。陈班长讲嘅 SOD 就是人体里度做的抗氧化嘅一种有效物质。经过研究，都是油甘做得对保健更好。其里度嘅也有4分子活性物质，做得经过皮肤做到抗老变强嘅功效哦。我总算做得了解，一个简单3D 音谱嘅植物，啲菜体本人看做升高嘅原因咧。它像那条树诶高高大大啊，也种出的品种咁有那个差别呢？没差别。你看到哈，就是等于是我们产下班的苗圃。哦，这些是苗圃就对了。对，所以你看起来哈就比较密一点。这幼苗哈，它以后准备还要移植。像那么高怎么采？可以啊，我带你去。直接爬上去采哦。我采给你看看。真的吗？你看了哈，它很方便哈，从上面把它压下来就可以，很容易采。用手慢慢把它压下去。当中都跟嫩葡萄一样哎。很容易采。对。你要不要试看看？好啊。好。看起来还蛮简单的。好，我来吃看那安用那给弄好了，对不对？对。哇哦，像安用狗狗叼到树蛋糕叼会不会来什么？不会的。不会。那小鸟不喜欢吃。小鸟不喜欢吃，太酸了，是不是？涩涩的。重点是果实蝇也不会叮，一般的水果很怕果实蝇来叮就会坏掉，这果实蝇也不会来叮。那唔会来叼啊呢？不会。哇，就安用果子啊，加去菜蔬给差不多，迄都耐时间咧。不会漏果了。不会漏果。采收期可以维持半年。这么长哦？可以半年。唔会到树蛋糕太熟过后腐蚀掉或什么吗？不会，因为它抗氧化非常高，所以它也不会烂。所以它自己就先保护自己的。对。而且我刚刚发现，我在前面跟他试了一点，那多点哈，黑蓝水都还一直分泌耶。对。就是觉得好像不大会口渴这样。对，生津止渴，所以很多老师啊，讲话讲很多的，像主持人啊，他喉咙比较干嘛，所以其实他只要吃1颗这个，维持大概半天，非常有效。陈班长讲，油甘果做得有抗寒、抗病力强嘅体质，温温的当好中，
蛇皮还有啲咧刚刚就做得来摘树咧。真嘅冇想到，也一粒一粒嘅细细果子地度，撒空den动态嘅好滿哦。也特別嘅功效老養分，列下已經本世界國際組織研究認定，抗氧化嘅指標比巴西莓還較高出一批哦。明珠，我們現在帶你來看，就是我們為了讓油柑早一點開花結果，產量更高，那我們就會做嫁接這樣子一個動作。嫁的用哦。對對，來，嗯哼，看看這一個。這個，哇哦！可是你怎麼是接成這樣子，還有天賦部位都的呀？對，這個要做記號。嗯哼。我們現在上面接的這個接穗，就去找這個品種比較好的，就是果粒比較大的，味道比較好的，然後產量又比較高的，這樣子來。也是一樣，是我們的油柑。也是油柑，對。哇。那以後長出來，它就是這個好的品種的的樹了。剛才你接落去過後要多久才會長出來呢？大概1個禮拜到10天左右。你看我們這個做記號的這個旁邊已經開始，有沒有？它的芽已經冒出來，冒出來。對對。可以講無接量，單槍一條按用上週唔得嗎？因為果樹它都有一個叫幼年性，長到7、8年，它還認為它是小孩子。哈？所以它就它有樹的意識嗎？對對對，那我們。這個大概2年到3年，把它做嫁接的時候，它就像那個閩南語講的登大人，他認為說我要長大了，所以他就第2年就會開花結果了。真的？而且這樣產量非常非常高。哇，有細細嫩芽剛長出來哈。對啊。明珠，這個是我們園裏面最小的，年紀最小的幼芽。我帶你去看我們最老的，80年的那你屁股也要搖，对。我只会萝卜蹲。我摇这个就好了，不然我摇很难看。那你要摇，你不是屁股也要摇？因为你小姐摇比较好看啊。明珠，你看，到了，就是这个，年紀最大的，80年，80年呢，韓國太哦，這已經長高哎，對啊，非常高大，大概有2層樓高了。2層樓，真嘅呢，看見樹蛋糕還有一些果子都送過耶。對呀。那些沒做得生嗎？可以啊，也可以吃。做得死的，可是要怎麼採啊？沒有要叫我採吧？不會，沒有，不會的。這個做景觀樹就是讓它自然掉下來。哦，今天聽農監察陳班長還有林阿爸的講要是沒有你們教我的話，黑公仔真經騎到這麼棒的樹下面，我都還不知道它是這麼值得敬佩的樹哎。對，而且它非常耐高溫，它100度 C 煮大概2個小時，還有那個維他命 C 還有93% 的活性，這麼高哦，很適合拿來做料理。真的。對，所以我帶你去我家裡太太教你做。真的。第認識的油柑果一個神秘嘅植物過後，我已經等唔切開始想象料理過後會做出乜嘅特別嘅美食咧。照書地圖下講，油柑喺中國已經有2000年嘅藥用歷史。唔過喺台灣，後擺因為經濟效益唔高，一直到最近幾年來，真有農民發現一個好處，開始大量來種。你做哪裡？名字我想愛安普鳥不鳥？鳥不鳥？鳥不鳥哦！歡迎你，幫你哦。菜心油太子，菜體好容易，佢當溫柔又親切，多才多藝。設喺1997年嘅時節，那個本人家按照農業奧斯卡嘅神農獎哦，美食開個傳統，葡萄個菜體嘅農民在起，各種料理都當香，任何食材都入嘅廚房，都將技術用嘅，變化出各種好料嘅哦。太子，剛剛折成燒出來一個油柑果啊，你看那種吃起來很酸，看到有做料理用嘅來做咧，那就要先燙一下。要先燙過，燙一下，就去除它的酸味跟澀味。哦，剛迄種通過一把做的來做嘛個料理啊？
焖苦瓜了哈，还有煮鸡汤啦，那就可以。煮鸡汤就不用烫过了。是。对呀。这成个陈班长来讲，也个煮过后，加个营养成分，你唔会糟蹋嘞？唔会糟蹋。这样烫起来哈。来剥一剥，还有焖苦瓜啊哈，还有做凉拌啊哈，还有腌梅汁啊、腌梅粉啊，都很好吃啊，很可惜的。实在冇想到，油柑除体上色，还做体捞各种食材搭配，做出当多好食又养生嘅好味丝哦。头腔里未当简单，需要用滚水杀嘅3到5分钟，做得咁大油柑嘅酸色咧，冷过后还较容易除体活。俩真正係西普松太好悶哦！加个副馆还去家种的哦。哎，住在南投这边好好哦，感觉到所有吃的东西都可以自己弄，哎，对不对？对。苦瓜先煎过。煎过哈，它比较软，比较香，然后比较有油分，它焖起来哈比较好吃。不过就是还是要油柑够安抚，副瓜又安抚，加东西里面就是超级苦。不会啦，不会。那个焖一焖，煮一煮，要变成很干，很甘甜，很好吃，好，很香，太棒了。对，加油柑果那就不用嘞。接着就来加油柑果了。我加几多位嘞？加2-3把就好了。好。这料理对我来说好新鲜哦。对，我不曾看过，是这种对。加一点水，它去焖煮。厉害。各位加调油了哦。酱油一些哈。好。还有加一点糖。为什么要加糖？因为怕太苦，是不是？对呀。这个可以说是秘密武器。真的哦。好，这是这是胡菜、泡菜。泡菜这个才会香。客家人的泡菜。对。对，搅搅啊，等一下应该让它焖煮喽。对，焖煮了嘿。按牛啊，大批了，对我来说真的很特别新鲜这样子。而且是加客家福菜、副瓜、油柑子。冰肉皮完全没吃过哎，现在闻到香味了，有很香哈。那我们把它盖起来，焖一下。厉害 ，OK 好。甜好不改，同时老泡菜嘅咸香，老油柑嘅酸感，咸腻味，未老苦瓜嘅肤色全部除体去，软嫩清甜，爽口开鼻，食材无贴片，好食嘅米线真唔简单。唔敢食苦瓜嘅朋友，做得試試看下呢個四季橋哦，可能能擺就會好食的。生下來，誰來進行下你出料理了？呀，個雞肉已經好食，你是要煮雞湯幫我補是不是？對，真的。好，先放雞肉。雞肉我先不用下去。呀，個雞肉該不會是自己養的吧？對呀，真的。山雞。3個這邊要油柑果哎。這個雞哈是半隻哈，半隻2斤，這個油柑果放半斤。半斤哦。半斤你要考我就對了。好。哇，我說煲雞湯的油柑果不是先撈幾10個，它這樣子下去燉，它就是慢慢的讓它去苦去澀嘛，然後它的裡面的那個養分會跑出來哦。那個湯哦就會有一點點酸而已，乾乾的，湯很好喝。那油柑果嘞？油柑果它煮了以後變軟軟的，軟軟的，鬆鬆的，鬆鬆軟軟。那還會酸澀嗎？就比較不會了。比較不會了。這本草綱目地圖下講，未充分檢驗的油柑有久服強身、延年長生嘅保健養生之效哦。但中火石做到肌肉鬆軟過後，個加入經過麻油嘅柑機，留溜溜嘅鹽花來提味，按樣就好食咧。熱情嘅太子，還會準備講啊，用梅粉來滷油柑咩哦。來，這樣搖一搖。這聲音好好聽哦。對啊，你屁股也要搖一搖啊。屁股也要搖。對啊。這樣才好吃嗎？對，來。這個腐味米頭一下就轉做甘味耶，一直在嘴巴裡面有甘甜味這樣子。這個很下飯。很下飯哦。白飯者加這個湯就可以吃一碗飯了。你屁股要
跟着摇啊。屁股也要摇。对啊，这样才好吃吗？对对对，来，那你摇，那你屁股也要摇，哎，对。哦，这么协调。我不会耶，好难哦。多摇几下就会了啦。我只会萝卜蹲而已。你没有学过跳舞，就这样。哦，对了。它这个楼摇下就好了吗？哎呦，然后我们再加一点糖。又要摇哦。大姐，换你表演一下好，你有练土风舞了。我很久没有跳了嘞。看你们平常摇的时候怎么摇？好，我摇得很难看呐，不行啦，我摇这个就好了，不然我摇很难看。那你摇，你不是说屁股要摇？因为你小姐摇比较好看啊。然后等一下再加一点梅粉呐，就把它装在碗里面还是罐子里面呐。明天就可以吃了。明天就可以吃，我明天就回家。对，就比较干的，就比较不会涩了。太子讲，杭州的就等特产的口味，用糖、甘醋来卤，都做得有特別嘅風味喲。對嘅下10號準備用冰冷嘅油柑，呢時節當簡單就做得粗特闊，撈各種香菜來搭配，攪到嘅米奶子就變做一出好食嘅沙拉。呢花拿必薄繽紛嘅樣嘅，看起來當上顏色咯。哇，太高太子，今日有感謝人家的喂。带我认识一个黑矮，完全不是看过，而且一认识他之后就知道它是这么珍贵的果子。我们现在中寮成立产销班，那就是在大力的来推广这个油柑，那利用它原来的特有的一个风味，酸酸涩涩又会回甘的风味来把它加到我们的料理里面。那俺就有先吃一个焖苦瓜，油柑够焖苦瓜，先吃一个那个焖过的油柑够了，吃吃看。太感刚来宾手，好。哇，那个油柑够香，够香，佢變到粉粉的耶，而且落到最底都嗰佢就發開來。煮過了，焖過了哈，它就變成鬆鬆軟軟的。哦。可是它的甘味還在，吃了以後嘴巴後面還很甜味、甘味，还会回甘。对，那我们通常吃苦瓜就是苦后来甘嘛，就让苦瓜的那个甘味就是拉得更长，它更甘，所以它加在苦瓜里面它有加分的作用。真的好，所以我要压了品種一個苦瓜，吃吃看。好，特別去搞做一個泡菜，好。味道不错啦老頂一個泡菜食落去啊，一個苦味味道一下就轉做甘味耶，讓你的唾液啊、甜的那種味道一直在嘴巴裡面有甘甜味這樣子，味道會不太一樣，有加分的作用，真的很棒。阿爸看你吃的好吃吗？好吃啊，阿爸呢？这个很下饭，很下饭哦。白饭者加这个汤就可以吃一碗饭了。那我们等一下再来配白饭吃。名字，现在换来喝这个鸡汤，好冷，好吃不好吃？看看好不好吃，一定都好吃的。对啊，真甜，而且它薄脆给通懂清呢，很清哦。看起来很清澈这样子。好，来里面还有米。那种汤跳动特别嘞。除了鸡汤嘅盐味以外呢，呢度還有一種酸酸嘅米絲。有一般嘅試過嗰種咩一種果子，有一種果子它去煮橄欖，橄欖煮進去也是這種味道。所以在雲南他們沒有橄欖，油柑就叫滇橄欖。滇橄欖？對，所以它的味道其實跟雲南那邊滇有一點接近。多喝幾碗不會膩的哈。真的很清，不會油膩這樣子。那我吃吃看这个煮过汤的油柑果，比鸭给很看粉粉松松哎，人家都说吃那种酸酸的味道转甜的味道，那种叫做恋爱的滋味。其实油柑果就是这样子。哇，太棒了！而且不本来柑果都虽然有一些人可能懂姜酸，可是你知道吃 Loki 过后会变漂亮，你就觉得吃下去好开心哦。这个吃下去一定变漂亮。真的那等一下我都会吃光光。每款滷嘅油柑，稍微酸澀，
还有一丝丝的香甜滴在空肚，紧出口水，好食到哪唔得。清爽有趣嘅沙拉，食落去嘅全部都係食物嘅真美味，還要用油柑、老中料散出嘅甜點，油機體位打出來嘅油柑調嫩，還甲表現出用菜地食材發揮嘅人想唔到嘅好味味。北面正經東鄉嘅變化出按樣本人家想唔到嘅好料理，係你本身就懂好做菜嗎？对啊，我很喜欢做菜。露露，你还不知道，这个大嫂啊，她得过神农奖。真的，不是神厨奖，是神农奖哦。但你也做嘛该？以前是种兰花啦，哇！然后我又去参加了，妈妈教室啦哈，家政班啦，农会的家政班，还有学农产品加工，然后就很喜欢做菜，办活动就帮老人做餐啦，对社区贡献这样。阿爸叫你种那个油柑果，种几久诶？还头摆去种嘛该？都有啊。现在以前是种一些药用植物啊。哦。那希望说我们地方可以出很多健康的食物，健康的油柑果现在有跟陈老师配合因为很多种果蔬里面我们挑选这个油柑因为它油柑特性比较多，容易种它抗病力又强，所以我们就选择油柑来做有机栽培。甲班长像你安样啊，落神来到中寮乡种安样油柑果，你知道讲在你的投入之下，也到毕业整个农业生态有什么改变？那我一个呢就会讲，你希望接下来帮忙中寮乡跟油柑果带上用版的光景呢？是因为我从事有机已经非常久了啦刚好我的专长跟我的这个经验就把带到这个中寮，因为中寮乡其实做有机的条件是非常好的可以就是把这个油柑做比较大的一个加工，或是说做研发。那除了这些把它变成料理以外那再做了蛮多的这些深加工。希望把油柑变成我们中寮乡以后是一个新兴的这个保健植物。那作物如果太多样的话，其实会分散焦点，所以我们就聚焦把这个新的产业新的这个作物好好去发挥它。希望就是以后讲到油柑就想到这个中寮。哇！喺中寮鄉有一群細農，都希望創造安全友善嘅環境。關心食材嘅來源、善用資源、和安樣嘅用熟經驗，對身體都分作，大部分食材都係農民辛苦嘅結果，和自然嘅上素。突出好味味，都係料理熬夜，用悠悠又充滿想象力嘅心想，本佢下到新嘅生命。第一道味嘢，我得到嘅唔單止係食飽再窮天天。還要分享對食材嘅好滿，和對大地嘅感謝。南投也特別自然資源同豐富，創立嘅政府老相應嘅建設，本也特別有大地嘅阿美嘅好名聲。不過最近幾年來，因為生態失衡嘅關係，總統未為本外來嘅嘅強強會無體力。故所菜地嘅面利用香苗來養殖，本案卻用做得食到菜地貼身嘅風味。另外有越來越多嘅細農民加入友善耕作、有機種植嘅行列，本也中按照本人田邊睇嘅新果、油柑果，做得到安利嘅土地上來生長。佢嘅美食層次當豐富，營養層次咩當多。本案用暗號嘅果子都得到南投中寮變做係新鮮嘅作物。我記得咯，料理就係一種情感嘅延續。下晝好美食，我哋下禮拜再見，拜拜。